切头。我就拍了上半身。我也不知道他们跳舞没有，因为那边今天搞后面有点晚。绳子的。这个是小曲针，还有大曲针，这个是弦子传承人嘛，还唱歌也唱得非常好。本来是说收曲针为徒弟的，我不知道曲针有没有答应那个，应该会，因为他完全无保留的教曲针很多东西，就是弦子的一个舞蹈，基本上。他们说他回老家，每次有时间他就教他，基本就是视他为传承人那种。大曲针长得也，他是那个啥，政府部门的应该是吧，还是个老师是吧？我忘了，反正很有名的。那个曲针唱歌也唱得非常好，他自己出专辑。那次不在这几个来过的嘛，这也就是个徒弟嘛。他说是曲针，应该是他说要把那个传承人让他继承那种，就不止徒弟那么简单了。有5斤的中国你起不来。他们那个懒得拍了自己够用，他就不拍了。我那个不存在，我要越做越好。
是国外的嘛，他无所谓。他们国外管他没得国内的语言了。他们这个主要是看舞蹈，它不存在语言那些。比如说这个手机，我每次播完了，每天结束之后呢，我可以保存本地，晓得吧？保存了之后我就调出来，这个手机才256的，我准备把这个手机换一体的。抖音反正只有这几个月了，这个我感觉抖音要是它里面识别不到语言，它就要弃语。有语言了，你放的音乐啊。昨天晚上我自己传了之后，我有个舞蹈，我一般弄成10来个20分左右那种，他传到抖音上面去，他同步噻，发布了，有点同步了之后，抖音有一个没通过，他说是禁止发布，不能看。然后我发布语言识别不了，不是跳舞的视频嘛，就是禁止播放，还是有违规的信息。然后申诉我说跳舞咋会有没有时候没穿衣服，然后他自己剪了。那个我就看的4K 就是标准，对就够了，4K60，或者看的传感器，因为传感器它解析度很高那种，它就是有些在一定的模式下，它也就那种有那种超采，超规的采样。拍就这样子的，可以了，很清晰了，还没打灯，要是近一点打灯就不需要打了。但是我这个相机哈，我拍1080P 60帧，它就没那么细节。哦，那就4K 噻。然后现在反正我每天又拍的少吧，大视频我等它在这慢慢打，我另外一个手机刷，一个手机剪。但是苹果手机剪出来始终比安卓手机剪出来要清晰些嘛。我用安卓手机剪到它就糊了。目前手机里面拍摄像的，只有苹果是最流畅最好的，其他都比不上。要么我想的话，我要么就搞个苹果手机，要么就搞个安卓电脑。安卓电脑剪出来它屏幕有点假了。你剪出来，你导出来的时候感觉就不是那个颜色。这自己调。我就感觉还是要去搞个苹果电脑，专门来剪视频、剪耍嘛。因为我们剪不是那种剪要求没有那么高。他两个从这边跑就跑过去了。其实都跑一个的，那个是我们可以追到的。他们跳过去那边跑不了。那后面有曝光，那边餐厅那边也是一样的。他两个又跑过去了。他这个是考技术。索尼 A7S3明年可能降得到15000，也是税出来了。现在95系的16000多都拿得到，但是它拍照不行，它是视频机。其实也够了，可以，一般1000万以上都够了。A7S3 好夸张哦，简直是，就像这个位置啊。把那个感光度调到1000，比打光光的还亮。说的都可以达到，只是它那个 A7S3 和 A1 的也是差不多，还有 F-X3 还有 F-X6都一样的。好像是 F-X3 是23000多，X30是11000多。马上上新的哦，说降了，马上又降。以前是29000。
啊，这后面耍起来都听到有点热。认真挑啊，要挑那个，然后放其他的。有人挑。